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快閘嘅嘛，內欄二槍精神快喎，中間眼罩二槍精神啊，響外邊呢仲有缺一劍啊，褪咗少少保成至好啊，咁啊再內欄起馬啦，出邊啊百里王啦，後邊三匹馬準希望黃衫忍者傳承啊，響埋邊包咗落咩啊美洲狼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加州本事啊佔先嘅，勝在當下中間追，內欄上嘅馬呢仲有二槍精神啊，中間啊大千絕塵啦，同埋心裏有數啦，出邊保成至好啊，最出仲有隻缺一劍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埋邊佔先嘅馬仲係呢隻加州本事，但係大外檔一路斜跑，保成至好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心裏有數，贏馬嗰匹相當近啊，埋邊係加州本事，一路斜跑一路上，外邊位置保成至好啊，中間夾住嗰匹呢，咁啊有心裏有數，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係起馬嚟嘅。好啦，馬房有連接馬啦，呢隻加州本事啊，喺蔡明紹胯下再贏。